国国台办11月5日宣布，将顽固台独分子列入惩戒黑名单，其中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外长吴钊燮被点名。惩戒内容包括禁止这些人和家属入境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并追究刑事责任。在土耳其马拉蒂亚举行的支持东突厥散活动中发布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从1949年到2016年在东突厥散进行了破坏和屠杀，自2017年以来已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美国众议院批准了近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这是乔拜登总统经济计划的第一阶段。构成经济计划第二阶段的 1.75 亿美元社会支出计划未获批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的就职典礼仪式在位于首都塔什干的议会参议员大楼举行。在11月24日举行的大选中获胜的米尔吉约耶夫宣誓就职，开始第2个5年任期。政府成员、国家机构负责人、外交使团代表和记者出席了仪式。美国政府当局将制造间谍软件飞马的以色列 NSO 集团列入受限制公司黑名单。此前，该间谍软件在本年中被传媒揭发用来监控全球多国成千上万的维权人士、记者、政治人物及商界主管员等人士，引起争议。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有1178人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失去生命，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记录的最高死亡病例数字。至此，病例总数接近875万人。大约5万人参加的休斯顿音乐节上，一些歌迷涌向舞台，发生严重的踩踏事故，导致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休斯顿消防局长佩纳表示，此次踩踏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五晚上9点左右，拥挤和踩踏导致一些人昏迷，造成更严重的混乱。